再来看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做外交部长时的助理何林杰涉强谍案防收押，立法院的司法委员会是针对强谍各有渗透来进行报告。民众党的立委袁国昌是质疑讲何林杰一案伊的长官吴钊燮敢爱做回正办呢？法务部长陈明谦是表示讲有证据就会办。今仔国安会是无派人出席委员会，嘛无请假，互在野党的立委是真不满。最近，执政党高层内部一直传出有中国间谍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伫外交部长任内的助理何仁杰也涉入其中，搁互收押。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日夜排定强谍渗透进行检讨的专题报告，国安会也伫受邀请的列席名单内底，不过煞无派人出席，也无请假，引发立委的批评。吴钊燮是不是有心虚？是不是觉得丢脸，不敢来？那官威大得不得了啊！说不来就不来，吴钊燮该不该一起侦办？我不会干涉指导、干涉介入个案哈。是。那这个检察官如果有证据的话，我想任何人只要涉及共谍，我想检察自有犯罪嫌疑就会依法来侦办。国安会回应讲，按照现情的惯例，未派人到场。不过，调委吴宗宪是认为讲，国安会秘书长身躯边的人涉嫌着强谍案，代志是真严重，会考虑敢会谴责国安会。另外，现退役的军方人员变做是中国间谍，案件是未少。总统赖清德要恢复军事审判的制度，不过立委也质疑讲，伫维持太平的时期，恢复军审的必要性，佮较烦恼讲，军法官已经真侪年无伫前线，这是要安怎确保专业性佮独立性？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没有效度的一个事情？包文，这个其实就是整体来看，就是从了平时以外啊，暂时，因为我们暂时还是军法官要回到这个审判实务工作，这个军法官的独立性，我目前的规划跟这个进度怎么样？军法官独立审判的一个，对，这个是最重要的。那这部分其实我们目前都在参考司法院法官法。关系到军审制度未来的规划，司法院强调尊重国防部的决定，未来也会看国防部的需求，甲因提供相关的建议，互因参考，期待会当独立、公正、专业性的方面去建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